来看嘉义县的六卡乡哦，有一个固定在饲将近200只流浪狗的民众，拢放狗仔去掠车咬人，防治所的人员要去现场掠狗仔，这个民众哦，甚至搁捌动手拍工作人员，防治所就去报案，这个民众嘛已经予以妨害公务罪上班咯。 18半暝，嘉义县加托一名防治所人员去六卡乡买了一直互民众通报会虐车咬人的龙洞狗仔，说互负责人主动双方起冤家。拢有识才好，拢有识。啊，人就规定就是安尼，恁家己要共饲啊呢？袂堪的负责人当期执勤的时间对调蛇脚，加特殊报警察甲负责人照妨害公务移送法办。另外，负责人饲龙洞狗造成环境垃圾的问题，也移交环保单位处理。加特殊表示，常常互咧饲龙洞狗的民众主动执法，各项攻击，甚至各甲有问题狗仔身躯装的矫正器拆掉，互部分龙洞狗仔虐车咬人的问题真歹解决，才会报警察。由于之前多次发生本所在执行勤务的时候， 遭到非理性喂养人的辱骂，甚至是殴打，所以本次将不再姑息其非理性的行为。嘉义县统计，这几年虐车咬人的狗仔，7成是有主人，也是有人咧饲。当地警方数据也显示，民众骑车或者是驶车的时，拄到动物向撞出来造成伤亡，9成是龙洞狗仔规定咧虐车。加特所认为，发挥爱心饲狗无毋对，不过也要尊重执勤人员，莫共骂，嘛莫共恐吓。确定危害人安全的流浪犬猫再进行移除。那另外一方面呢，喂养流浪犬猫的人呢，也要有自爱、有公德心，把环境呢清理干净。民间团体建议，执法单位要落实精准掠狗仔，避免互爱心人士即是讲要甲龙洞狗仔全拢掠去。民众要饲的时，也建议去人甲车较少的所在，减少人和动物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